好，多謝。阿球叔，我寫本書俾你先。好啊，好啊，係啦，多謝，多謝，恭喜你，坐啊！張嚟咗，嚇，局長嚟咗，你恭喜你，多謝你創業，多謝，好嘢啊！即係話呢本書就可能要搞，陳生你好，生打下招呼先。我有想簽名嘅嘉賓咧，我哋稍後嚇，唔好意思，稍後嚇。各位嘉賓、各位朋友，吳康文先生嘅政治評論集《闖進政治禁區》嘅首發式，而家正式開始啦。咁我哋首先請主禮嘉賓就座先。好，咁我哋首先有請吳康文先生致辭。各位嘉賓、各位朋友、各位新聞界朋友嚟參加今日呢個首發式。今日我呢本政治評論集嘅書名咧，就有啲嚇人或者有啲人覺得你呢本政治禁區嘅書咧，係咪有啲離經叛道？但係我可以同大家講，大家睇下知道嚇。我呢本書咧係好平實嘅，而且咧係不失我長期堅持嘅愛國愛港嘅立場。不過我所講嘅問題就係而家香港比較熱門同埋敏感嘅一啲政治話題。但係咧，我自己呢啲文章我係多數喺報紙度發表過嘅。喺編輯成書嘅時候，我繼續去認真睇過一遍。我覺得我嘅文章咧都係好平實，並唔係越軌嘅文章。咁但係我認為咧，有啲問題咧就應該擺開嚟討論下嚇，因為香港畢竟係一個言論自由，同埋有比較社會上嘅容忍度比較廣嘅一個地方，所以有好多問題咧就應該允許討論。我唔係話我所論及嘅觀點都係正確，不過都係一家之言，所以希望咧大家咧係共同嚟討論。今日好多謝各位嚟捧場，亦希望大家睇到我文章之後咧多加評論，更加重要咧就多加推介，等到呢本書咧能夠燒得多啲。我就唔係有咩經濟嘅收益，我希望咧咁老嘅年紀咧，就希望佢書銷路多咧，咁啊梗係高興。老闆如果能夠喺賣書度賺錢咧，老闆亦高興。多謝各位。好多謝吳生嘅發言。咁我哋繼續落嚟咧，有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致辭。吳康文先生、阿黎主任、
曾主席，各位嘉賓，大家好。我就真係好高興咧，吳康文先生哋咧係邀請我今日咧參加呢一個嘅典禮。喺過去幾年咧，已經多次參加吳先生咧去嗰個即係簽發佢最新著作嘅儀式。今日咧就特別有意思。如果大家睇今日呢一個嘅標題闖進政治禁區，大家睇一睇前面書架嘅標題歷史、人物、科學，呢兩個嘅牌匾咧係一個好好嘅對照，亦都咧係代表咗吳康文先生佢過去幾十年咧嘅努力。佢喺香港嘅政治歷史發展咧，算係一個嘅人物，因為咧佢係70年代咧已經係即係加入呢一個嘅人大嘅工作，亦都咧佢喺過去呢30多年咧係見證咗國家嘅改革開放、香港嘅回歸、97之後特區嘅建立。咁當然係我哋共同喺香港一同見證呢一啲嘅年代。但係作為建制派陣營當中一個有一定江湖地位嘅人物咧，佢咁多年對香港喺呢個回歸同埋建立特區嘅過程咧，有一定嘅睇法，所以佢嘅文章咧係有獨特一啲嘅角度嘅。所以吳先生，你支筆唔好停止，繼續闖入呢啲嘅政治禁區，挺香港社會咧，大家都有呢個決心，有呢個勇氣，解放下思想，和而不同，建立共識。多謝大家。多謝林局長精彩發言嚇。咁我哋跟住落嚟咧有一個贈書嘅儀式嘅。一本好靚嘅書嘅模型。好，切蛋糕儀式就開始嚇，我數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好嘢。有